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到田雞開講，我係田雞啊。今條片啦，想俾翻大家就嚟緊11月26號星期三跑馬地谷草賽日嘅尾場心水啊吓。咁啊，今次尾場第3班1200米賽事第9場賽事啊。嗱，咁啊，上個賽馬日星期日嘅賽日啦吓，尾場都係順利中咗個3重彩啊。咁啊，都相當之好分啊！3重彩派成萬幾蚊啦吓，咁啊連贏都有600幾蚊，相當之好分啊！希望啦，今次都可以再接再厲啊！嗱，咁啊，今次啦第9場呢12匹馬，其實我覺得呢個3班賽事係一組弱組嚟噶吓，真係啦，睇勻12隻馬都冇乜話邊隻馬呢，你會覺得佢係更加之有進步噶吓。呢堆馬呢，我覺得都會係喺3班啦賽事嘅一啲嘅升降機啊，冇邊隻啦特別話標青覺得佢有能力啦，可以上到去一啲一班賽啊、級大賽啊。咁啊，第一匹心水啦，都會想揀翻呢一隻馬咧。近排個表現咧都係啦，似樣噶啦，仲要係有啲半冷門，有啲分頭噶吓。今次抽翻個靚檔啦，睇下今場咧遇上同組唔係話太強嘅對手，有冇得保中到啊？咁啊，就係呢隻7號啊，仍然威風啊，班德禮吳鵬志啊。嗱，呢一隻嘅仍然威風跑法上咧都相對比較彈性噶。咁啊，你見到咧上季啦，無論係潘頓又好，梁家俊騎又好咧，上名都會係守翻一啲前置位置噶吓。咁啊，潘頓贏馬嗰陣都係咧守翻一啲2、3位去贏馬噶。咁啊，但係啦，你見到今季跑咗2場咧，都留後去追啊，尤其上將班德禮啦，留到後一後啊，都可以追到個第3馬。咁啊，成日都講啦，呢一啲跑法咁彈性嘅馬匹咧，衰極有限啊吓！加上呢一隻仍然威風咧，4歲仔嚟嘅咋，比同場其他對手咧更加之有進步空間啊吓！嚟啦，同大家睇翻仍然威風上將咧，班德禮點樣大後上追上嚟啊！黃旗舉翼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朝醒快，至尊貴寶快埋邊12神將，出邊天外迎天啊，外邊仲有隻啊藍衫白帽就合火飛馳，最出橙眼罩就係手到。嗱，出閘都算快啊！咁啊，中檔位置63橙帽仍然威風，慢慢都蹬咗落去後面。係內欄呢，走咗上去第3位呢，仲有哥倫布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先有尾4位置到啦，尾4尾5到啦，仍然威風啊！後邊4匹馬快搏啦，紅眼罩尾3、4到啦，仲有非凡達啊，後邊2匹囂將同埋勁進非凡啊，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手到齊來呢就肥噶啦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，就外邊合火飛馳啊，內欄第3仲有天外迎天啊，第4位外邊啊12神將啦，埋邊啊哥倫布啦，第6位紫色衫係朝醒啊，內欄第7仲有至尊貴寶啊，後邊5匹馬仍然威風快搏非凡達，尾勁進非凡響後邊係囂將嚟噶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手到齊來佔先嘅天外迎天就拱咗合火飛馳出去。嗱，咁啊，呢一隻嘅仍然威風都揈咗出大外檔啊，橙帽63啊，埋邊哥倫布夠唔夠位呢？最出啊嗰隻朝醒一路內閃上緊嚟，壓埋嚟中間呢就至尊貴寶嗰度啊，出邊仲有2隻噶12神將啦，仲有仍然威風啦，最出仲有隻囂將，最後100零米至尊貴寶響中檔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跑第。嗱，咁啊，大家其實都見到嘅頭3位咧，至尊貴寶、朝醒又好啦，都叫做慳咗啲位啊。最蝕咧就係呢一隻仍然威風噶啦吓。咁啊，除咗話上將有啲蝕位之外咧，都係啦，你見到佢轉咗個跑法嘅，留得比較後去追咧，都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啊吓。咁啊，上一仗班德禮騎呢個第3絕對唔係話冇得睇嘅，17倍賣滿。因為如果你有睇翻沙田1200米何澤堯嗰場呢，哇喺10檔塞到冇人有，根本冇跑過咁樣過終點啊！所以之後轉翻去跑馬地啊，1200米賽事咧上到名咧，都絕對唔係話意外啊！咁啊，今次啦繼續俾翻班德禮啦，上次發揮叫做唔錯啊，但係有待改善啊！今次個檔位好咗啲啦，再3檔以佢前速都唔算話太慢啊！呢一隻馬，希望今次真係可以咬翻上前少少，唔好話留到上次咁後啦。咁樣出到頭個機會就更加之大啦。
因為其實你睇翻上季啦，呢一隻馬都係季初嗰啲時間咧去贏馬㗎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呢一隻7號仍然威風咧，都係啦，早啲留意佢咧比較好啊。咁啊，第一匹心水揀翻仍然威風啊，班德禮、吳鵬志隔夜都做緊啲半冷門㗎嚇。好啦，接下落嚟第二隻心水啦。正如一開始所講，其實今場咧真係冇乜話邊一啲馬咧係可以觀望到有啲前景啊，跑到級際賽嘅，唯獨呢一隻咧可能有機會啊。咁啊就係呢隻4號天星啊，潘頓大維希斯。嗱，咁啊呢一隻天星叫做今場咧最有機會係有得繼續進步啊，升下班咁噶啦。今次啦，繼續用上潘頓抽翻個黃金一檔啊，做大熱門啦，都好正路啊呢一隻馬。咁啊，因為呢一啲嘅天星啦，用希威森個成績都係好忠心噶，經常咧都係喺前列位置翻嚟啊。咁啊，所以啦，上次一換潘頓咪即刻贏到馬啦，成個形勢咧部署都係相當之好發揮啊。上仗潘頓呢一隻咧都屬於比較前領少少啊，前置少少嘅馬啦。咁啊，今次抽個一檔咧，真係俾你玩晒噶。你想擺乜嘢位都得啦嚇，天星咁啊，守翻啲 box seat 啦，就最好跑啦嚇。嚟啦，先同大家睇翻上仗天星潘頓點樣跑先啦嚇。好嚟，一起步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快啲嘅馬啦，內欄位置海船星中間巴閉哥走咗上去啊，第3位非凡之選藍衫進佔第3。嗱，天星出閘都唔係話快嗰啲嚟㗎，藍衫藍帽慢慢拱翻上去走啦。就係天星啊，內欄第5、6位到啦，粉紅衫連冠王啦，外邊金牌活力啊，最出紅衫咁啊，粉紅帽嗰隻就長勝金剛啊，後多層啦，尾5中檔紫色帽就3軍勇將，外邊啊魅力寶區啊，內欄尾3勇巴龍啊，後邊2匹馬紅衫就超霸勝，橙衫運高八斗嚟㗎，向住600米段處進發啦，放出嚟跑藍衫中檔就係天星㗎啦，埋邊啊海船星啦。響外邊長勝金剛啦，巴閉哥第4啊，內欄第5就係連冠王啊，外邊啊金牌活力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非凡之選啊，內欄勇霸龍啦，外邊尾4呢就魅力寶區，尾3三軍勇將啊，後邊2匹馬咁啊有呢隻超霸勝內欄橙衫呢就係運高八斗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。天星出閘唔快，但係都順利擺翻喺前置嘅位置啊，藍衫藍帽3碟轉彎啊。就海船星鬥緊中間呢，就係呢隻天星啊！呢個時候見到連冠王沿住個內欄追緊啊，大外檔有金牌活力，馬林中間呢仲有三軍勇將啊，巴閉哥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海船星埋邊鬥緊出邊天星，一對星鬥緊，天星嘅去勢好啲啊！天星贏出呢場賽事。嗱，上仗咧都算贏得比較輕鬆啊，呢隻天星。咁你會見到上仗嘅同仗對手都有啲叫做連冠王、三軍勇將，今季比較當 fit 啊、當打嘅馬咧。天星上仗贏佢哋贏得咁輕鬆咧，個實力上咧就真係有噶啦。呢一隻馬係3班，咁啊唯獨擔心但係呢隻天星啦，始終贏完馬加得比較多磅嘅呢一隻嘅馬，加咗成11磅啦。上仗贏完馬之後咧嚇。所以點解會話咧？呢一啲天星都未必咁有把握，真係啦，升到去2班啊，跑一啲級際賽啊，咁啊太多進步啊嚇，咁啊但係啦，最重要就係呢一隻馬今次潘頓繼續騎翻啦，有翻個一檔靚檔啦，遇正同場對手又唔係話好勁啦嚇，咁啊所以啦呢隻天星就算加磅加咗咁多，都唔可以話擺低啦。如果你話啲同場對手唔係話咁弱啊，檔位差少少啊，我覺得呢一隻馬咧都唔係話太抵買啊。但係啦，你見到佢成個形勢啊，咁啊各方面啊都真係 perfect 噶喎嚇，近乎完美噶喎嚇，抽啲一檔咁樣跑。博 win 就未必抵噶啦，但係你話上名咧呢一啲馬咧點都要諗翻噶嚇，因為上仗嘅同場對手咧都係勁噶，佢又已經係喺3班證明過好多場咧都係可以近噶。呢一隻馬沙田跑馬地3班啊，場場都近俾你睇噶，所以啦呢一隻天星熱門咧都要揀翻啊，4號天星第2隻心水揀翻佢先啦嚇。好啦，最後啦，第3匹心水啊，就想揀翻啊呢一隻馬，都係啦，一路喺呢個3班度遊走啊，徘徊嘅一匹馬啊，咁啊就係1號嘉樂龍區田泰安何言啊。
呢一隻嘉樂龍駒咧，一路以嚟都唔會話佢係一啲差嘅馬噶。你叫佢一路都係喺山班度揾食啊，經常都係上名啊、贏馬撲近啊，都做得到嘅呢一隻嘉樂龍駒啊。咁啊，今季咧初出啊就即刻贏到馬啦，用上田泰安，咁我覺得呢一隻嘉樂龍駒咧，睇下可唔可以 keep 翻個成個狀態喺度啊。因為睇翻上季呢一隻嘉樂龍駒咧，都係上季初嘅時候咧比較好成績噶。當然啦，今仗呢一隻嘉樂龍駒咩頂榜就真係唔係話太好噶啦，即係唔會係着數嗰啲啦。但係樓下嗰堆側身馬又好啦，升班馬挑戰嗰啲都好啦，又唔係話好買得落手啊。你見到嗰啲粵港之區啊，11檔北地列馬又10檔啦，隻升上嚟挑戰嘅啊，都係抽啲大外檔。咁我真係寧願啦揀翻隻。至少今季喂贏個馬俾你睇先，人哋啊，就算真係頂榜跑，人哋喺三班都係叫做係一啲嘅實力分子啦，俾你睇過晒，證明過晒嘅，係可以喺三班度揾到食嘅一啲馬嚇。呢一隻嘉樂龍駒喺賀賢馬房嚟講呢，都算係養得比較好噶啦，都叫做錫住，唔係話出賽次數出得咁密啊。呢一啲馬體力上啦就一定好噶啦嚇，嚟啦，先同大家睇翻嘉樂龍駒上將田泰安點樣跑先嚇。熱係5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嘉樂龍駒勇霸龍啊！哇！嘉樂龍駒居然咁快閘噶，今季初嘅第一場藍衫紅帽4號啊！咁外邊樂勝天下搶上去啦，中間仲有天外迎天啦，咁啊海王寶啦，出邊走上去放啊，係川河洞區啊，內欄大約第7、8位到啦，仲係維港激流啦，出邊藍眼罩橙衫騰龍四海放唔到喎，後邊4隻三軍勇將，黃衫係時尚風趣啊，後邊2匹馬勁進非凡同埋隻有才有勢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川河洞區啊，中間呢，咁啊就係呢隻天外迎天啦，外邊進佔第2位騰龍四海啊，跟住個第4啦，內欄有嘉樂龍駒啦，樂勝天啊響第5啊，中間第6位勇霸龍，內欄第7維港激流啊，響外邊海王寶啊，後邊4匹馬三軍勇將啊拍住黃衫時尚風趣，內欄尾二有才有勢，掟大外檔嗰匹力就勁進非凡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守晒靚位嘅呢隻嘉樂龍駒都好少見佢擺到咁前跑啊！依家偷內欄上嚟啦，紅帽嗰隻啦。天外迎天走中間呢就追緊呢，咁啊響佢入邊嗰隻就川河洞區噶啦，內欄嗰邊啊就嘉樂龍駒開始追上嚟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樂勝天下啦，外邊勇霸龍同埋三軍勇將亦都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嘉樂龍駒埋邊啊，透出咗力壓天外迎天啊，跑嘉樂龍駒啊，哇壓住天外迎天跑啊，完全冇得追啊，後面嗰啲馬。雖然話就話真係贏得3/4個馬咧，但係我覺得呢一隻馬上仗個表現咧都叫做贏得比較輕鬆噶吓，同埋上組對手又係強嘅一啲組別啦。你見到有才有勢啊，天外迎天啊，樂勝天下啊，嗰啲都係經常上到名嘅馬匹啦吓，即係叫做三班有晒表現有晒成績嘅一啲三班馬，真係可以叫佢哋係三班馬咯啊！上組嘅同組對手。但係今場啦，好多隻咧都唔可以話係喺三班度企得好穩嘅一啲馬嚇，所以啦呢一隻嘉樂龍駒就算真係加咗榜啦，今次俾佢又抽翻個4檔，睇下啦會唔會真係好似上次咁出閘又咁 sharp 啊，擺翻前少少走呢？呢一啲馬上名啦，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啊嚇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呢一隻1號嘉樂龍駒田泰安賀賢又係有啲半冷門嘅分頭啊嚇，絕對要留意翻啦。咁啊，最後啦，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啊！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都可以留言同我講，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，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，再撳簡介，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。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。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撳翻個鐘仔，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。下條片再見。